探索100座被時間遺忘嘅舊建築，新寧鐵路遺址建築嘅探索。之前拍咗新寧鐵路第1期公益到斗山，新寧鐵路第2期公益到北街，咁本期咧就開啟新寧鐵路第3期台城到白沙。咪住，網友話我路線唔啱。咁幾大都要行多次啦。咁上期根據艾水哥嘅提示咧，經蓬萊路轉入港口路，最後咧就直達彩虹大廈，亦即係白石火車站嘅遺址。但係咧，多個網友提供咗各種舊版嘅火車走線圖同埋合理嘅推測分析，咁基本可以確定咧，火車嘅路線就係經江門汽車站，順住東湖公園外圍咧就過去美景里，最後咧就到達白石火車站。咁我哋有啲疑惑啦，艾水哥點解會出現咁重大嘅偏差呢？於是咧我就沿住路線繼續探索，跟住發現路線咧嚟到五邑大學之後咧就唔可以入啦。我喺五邑大學嘅門口呢個位置，火車嘅路線咧就順住五邑大學入邊嘅路穿過。可能咧艾水哥當年判斷火車路線咧唔會喺東湖邊穿過，佢當時推測咧火車路線咁樣直上咧感覺係比較合理，所以就出現咗誤判。咁當然啦，仲有可能就係艾水哥同我一樣入唔到五邑大學。而網友對彩虹大廈就係白石火車站個位置咧，都係有質疑嘅，認為咧對面工商銀行先係白石火車站個位置。嗱，網友落咗大功夫，參照沿線水渠嘅位置，定位咗工商銀行就係白石火車站個位置。嗱，呢位網友真係相當之專業啦。咁你又有咩唔同嘅睇法呢？好啦，本期咧從台城出發，經過東風旅店，大概200到300米咧就到達1995年重建嘅通濟橋。嗱，路上見到呢座洋樓咧都幾得意嘅，樓身嘅設計咧都係斜嘅喎。你覺得佢知喎，自然就會福港嚟一條呢條金谷好喎。就咁睇咧，確實有啲福岡嘅感覺嘅。會唔會係同樣又有河又有塔先至覺得似呢？咁肯定要過去對面探索一下啦。抬頭看路保安全。嚟到發現呢度叫地王，位置好，環境好，點解荒廢咗呢？又有電影院，又有 KTV， 哇！真係有啲可惜噶。嗱，睇住啦，超車阿婆啊！火車路線從台城站出發，經過通濟橋過河，穿過台迪路，再進入合新路，跟住咧就順住合沙路繼續走線。艾水哥話咧，呢個路段基本就係行300-400米轉個左彎，再行300-400米又轉個右彎，不斷咁樣循環，跟住咧就會發現線路右側嘅懷湖村。入村嘅呢座橋下邊咧就係根坑河啦。出咗村大概再行700米咧，就到咗新寧鐵路第3期第1個站根坑火車站，即係今日根坑管區嘅辦公室前邊。喺根坑管區往前200米嘅大榕樹呢度咧，就發現有間細屋，有啲似火車站嘅感覺啊！尤其前邊2條柱啊，不過艾水哥咧就冇提及到。咁經過大榕樹咧，就到達根坑橋。火車當年通行嘅時候咧，根坑橋都係木便橋。從根坑站出發咧，繼續300-400米轉左彎，再行300-400米又轉右彎咧，大概3.5公里咧就到達第2個站水南火車站。水南火車站咧就設喺公路旁嘅墟口處，所以我推測咧呢個水南公路紀念亭咧就係水南火車站嘅位置。但係如果話墟口咧喺涼亭嘅對面呢個位置咧，都有可能係火車站嘅位置。咁有冇網友有唔同嘅意見呢？過嚟評論區傾下。好啦，下期我哋入去水南墟兜一圈，睇下有咩有趣嘅建築啦。